仔咱继续要来讲这个加速管，是千万唔通放伫咧车顶。屏东有一个青年，就是甲一管也未开开的加速管，甲放伫咧车顶的后座，袂记得摕落车。啊，因为下港日头真美，讲晒日晒到加速管爆炸。 喷出去，插伫咧挡风玻璃面顶，啊，车顶一寡物件是喷甲乱七八糟，看着真恐怖。车主第一时间佫掠准是去互焊车，专家是在提醒，日头咧晒吼，只要晒假，车顶的温度达到50度以上，加速管的压力就会升悬，就会引发爆炸。 车玻璃比较敢若蜘蛛网有卡一个物件，大家本来当作讲互人卡车，抑阁看一个真实细悬的加速。 它是放在脚这边的，然后喷到前面去。对，威力有够大，直接冲破玻璃，车内有够乱，放伫头前加刀，喷去后座拆掉咧。其他的物件拢乌袂断，这个画面互车主真正惊到。你们就睡到一半，突然听到砰一声，玻璃碎掉，所以你要下来，整个车打开，里面东西全都是，有的都坏掉了。 屏东这个电线是算完战争游戏了，将一管还未开的空气清的加速放伫后座，敢若是发生起爆，加在当时无人伫车内，也若无后果，真正是不堪设想。那蛮严重，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不到5个小时哦，就在里面可能白天你要车子比较热，然后它就爆掉。其实因过嘛捌发生过，这个细管的加速放伫车内，结果漏气引起起爆的事件。消防局提醒讲。 日头一个拍车内一般拢有50度以上，可能会致使这个加速的压力升悬，引起爆炸。内容物主要是丙丁烷还有异丁烷的易燃的易化气体，这些物质的沸点跟散火点都低于0度，危险性很高。平常要放在我们的阴凉。 干燥还有通风良好的处所。另外，像酒精、芳水、手机啊，也是电池等等物件，温度若升悬，较挡袂牢，较易引起火灾。这物件咱乡亲一定要摕落车。